我是柯兴竹，先开始，咱先来关心小犬风台上新的消息。这是中度的风台小犬，目前伫越南偏东南东平大约470公里的所在。气象署伫昨半暝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按算伫今仔日过头过，嘛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咱即马先来听伫头拄8:40气象署上新的说明。 至于今天早上8点，它已经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460公里的海面上，未来预估还是往西北的方向，往我们东南方海面接近。气象局目前发布的海上警报区域是东半部海面、巴士海峡以及台湾海峡南部。预估台风7级风的暴风圈在今天傍晚左右会影响到我们东南部的近海，而在明天清晨前后会影响到我们东南部的陆地。未来还会往西北，再转西北西的方向。 在星期3到星期4这段时间，它最大可能的机会是从我们东南端的陆地，一直到巴士海峡这个区域通过我们。然后看起来星期3、星期4到星期5，星期3白天到星期5这段时间是它最接近我们的时候。我们预估今天北部、东北部会有短暂阵雨，其中东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。另外，花东地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的几率。至于星期3到星期4，随着台风环流靠近，当首当其冲 的就是整个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。东半部地区，其实东北部地区在今天陆续下雨以后，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，今天深夜、明天清晨也开始会下雨，而且整个东半部及恒春半岛，在明天一整天，甚至到星期4，它是整天下雨，下雨的时间长。 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会出现豪雨或大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，在这边请这边的朋友特别留意。至于随着台风向西的移动过程中，我们预估南部地区在今天深夜、明天清晨到明天上午可能陆续有一些雨，但这雨还不太明显。而随着台风移动，可能在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雨就会稍微多了一些。北部地区，我们说今天越晚也会有一些下雨的现象啊。那我们预估其他地区的降雨量在星期3、星期4。 台风最为靠近的时候，除了东半部恒春的降雨量明显以外，北部地区、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也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。这样的天气形态到星期5以后，台风环流逐渐离开，我们在降雨才会渐渐的缓和下来。